再来，咱来关心美国的美苏爬圣殿马戏团。1月27半暝伫广场的时阵，一台载动物的连结啊，伫半路煞是熊熊倒火。加在警察赶去到现场，虽甲动物还有司机隆重救出来。斗阵结束表演场所的灯光熄去，准备开始一场表演。这是美国有名的马戏团——帕圣殿马戏团，每一档的巡回演出。原本马戏团当地27暗时要赶去美国印第安纳州参加市场一年一届第儿童病医募款的周末活动。其中一台载着表演动物的拖板车，煞伫饭店2点外，赶去目标地点的路中。19号就在公路印第安纳州的格兰特郡路段起火，因看到起火现场车辆和大火包围，附近的草皮公路有赶到现场的员警救出来4只骆驼、5只斑马，甲1只小马伫草坡开始食草，看起来真超现实。We out here catching zebra and camels. 马戏团团长史蒂夫表示，马戏团的主要工作是透过表演，替附近芝加哥甲俄亥俄州的共济会儿童病院2000多名病人提供募款的援助。现场的动物都是为非洲载过来的。拖板车行到一半的时阵，车顶的人员就发现无啥着，伫路边停车检查的时阵，火势熊熊冲出来，真紧脱烧。护员赶到赶到现场的员警紧急把动物救出来。好在驾驶甲动物拢无受伤，只有2名员警互因无砸着伤，送病院治疗。虽然最后拖板车烧去，马戏团嘛有赶紧调派车辆支援载运动物，要赶去表演的体育馆继续募款行程。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